今晚食乜好？想煮就煮到。今日我哋煲嘅係蘋果雪梨無花果水。材料方面，蘋果1隻，雪梨1隻，青欖10粒，南北杏1湯匙，3粒無花果，1個吉餅，菊花半碗。將所有材料放入水入面浸10分鐘。沖洗菊花，沖擦蘋果，蘋果切粒，將材料晾乾，無花果切粒，吉餅切粒，咁就會更加易出味啦。青欖要拍，又係令佢出味啲。剪雪梨乾個心出嚟，煲出嚟啲水就唔會有酸味啦。準備3.5公升水，凍水放晒所有材料落去，除咗菊花。大火煲滾之後，中小火煲1小時。加菊花煲2分鐘，焗佢5分鐘。完成。多謝收睇，希望你成功整到蘋果雪梨無花果水。